Hello，大家好，我係魏文清，歡迎返嚟。如果仲未睇上集嘅觀眾，要先去睇睇啊，否則可能會有唔明白嘅地方。好，繼續掃榜。七集，盼盼同永巴都係80後，出生於四川寶興野外，1990年代被送到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盼盼、永巴喺熊貓中心孕育咗5胎狗仔，有雙胞胎亦有3胞胎，成活6仔，叫做菲菲、錦竹、添添、善善、媛媛、國慶，佢哋係同父同母嘅6兄弟姊妹。說明一下，3胞胎嘅老大媛媛雖然夭折，但畢竟活至1歲有多，應算作係成活嘅幼仔。根據 Panda News， 譜系號459嘅小熊係盼盼同永巴嘅孩子，生卒年不詳。根據其譜系號，猜測係添添嘅雙胞胎弟妹，可能生於1997年，同年夭折。錦竹係著名嘅雙性大熊貓。2000年7月，錦竹以雄性身份同爽爽旅居日本神戶市王子動物園，兩熊改名興興、蛋蛋，錦竹係第1代興興。2001年4月，興興、蛋蛋合籠時，興興、錦竹被發現唔係正常男熊。第二年12月，熊貓中心將錦竹接回中國，由雄性熊貓龍龍接替。龍龍係錦竹嘅同父哥哥，生母係我哋嘅佳佳，龍龍就係第2代興興。唔扯太遠啦，返嚟錦竹。錦竹經過治療後變成女熊，並同男熊自然交配，生兒育女。添添同美香曾旅居美國華盛頓國家動物園達23年，喺美國誕下5胎7仔，成活4仔。添添、美香同佢哋嘅孩子已經全部回到中國。善善係我哋瑩瑩嘅母親，係家姐細佬嘅外祖母。喺之前重慶動物園嘅主題裏已經講過玲玲、阿魯爾同綠綠大順啦，呢度簡單帶過。玲玲，雄性，1995年出生於重慶動物園，父母係川川同新星。阿魯爾，雌性，1999年出生於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父母係哈蘭同阿，有個孖生家姐阿魯帶。2001年4月，阿魯爾疑似同重慶動物園嘅屬慶交換戶口，阿魯爾搬家至松洞，屬慶搬家至成都基地。玲玲同阿魯爾喺松洞孕育咗6胎10仔，有雙胞胎亦有3胞胎，成活6仔，6個女兒，綠綠大順，叫做友友、義順、網仔、好奇、丁丁、良月，佢哋係同父同母嘅6姊妹。雖然仲有其他同父同母嘅成活6兄弟姊妹嘅例子，但綠綠大順全部在世，全部都係女熊，並且生活喺同一個動物園內，所以好特別。強強同美美都係70後，生於野外，分別喺1980年同1975年時被送到成都動物園。1980年代，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從成都動物園分拆發展出嚟。強強同美美都係成都熊貓基地嘅6大元老之一，佢哋喺成都基地孕育咗7胎狗仔，成活6仔，叫做容生、錦錦、川川、慶慶、成成、刀刀，佢哋係同父同母嘅6兄弟姊妹。強強、美美同呢6兄弟姊妹都已離世。慶慶相當長壽，同新星一樣，都活至38歲4個月，相當於人類嘅114歲。哈蘭、亞亞正正係剛才講到嘅阿魯爾同毛毛嘅父母，而哈蘭亦係冰星嘅父親。1984年，哈蘭出生於甘肅省野外，第2年被送到蘭州動物園。1996年4月，成都動物園同蘭州動物園協議，淑蘭同哈蘭交換，淑蘭就係剛才講到嘅梅梅嘅孖生家姐，淑蘭嚟到蘭州動物園，哈蘭去到成都基地。亞亞，雌性，1990年出生於成都基地，父母係川川同慶慶，有個孖生細佬長長。亞亞係剛才講到嘅強強同美美嘅外孫女。哈蘭、亞亞喺成都基地孕育咗4胎7仔，全部成活，叫做阿魯帶、阿魯爾、阿長、阿光、阿雙、阿星、毛毛，佢哋係同父同母嘅7兄弟姊妹。阿魯帶曾搬家至陝西省珍稀野生動物搶救飼養研究中心，2020年底回到都江堰熊貓谷生活。阿魯爾喺2001年時搬家至重慶動物園，2019年喺松洞病逝，享年20歲。嚟到3甲位置，洋洋、
洪勝1997年生於成都基地，父親係振振，母親係剛才講到嘅倫倫。雌勝1997年生於成都基地，父母係林楠同冰冰。1999年11月，楊洋、倫倫旅居美國亞特蘭大動物園，兩夫婦喺美國誕下5胎7仔，全部成活，叫做美蘭、喜蘭、亞寶、美倫、美煥、雅倫、喜倫。佢哋係同父同母嘅7兄弟姊妹。美蘭、喜蘭、亞寶、美倫、美煥先後回到中國。2024年10月，楊洋、倫倫亦結束長達25年嘅旅美生活，帶住雅倫、喜倫一齊回到祖國。林林、洪勝1997年出生於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母親係白雪。截至2018年11月，根據2019繁殖建議，林林有2個嫌疑爹，盼盼同新興，各佔50%。不過既然林林公認繼父本係新興，呢度亦會將新興視為林林繼父本。2006至2012年，林林同成都基地嘅絲絲交換，林林搬家至成都基地。奇珍、雌勝1999年出生於成都基地，父母係哈蘭同梅梅，有個孖生細妹奇緣。林林、奇珍喺成都基地孕育咗4胎8仔，全部成活，叫做珍大、51、貝貝、歡歡、真巧、真好、真真、巧巧。佢哋係同父同母嘅8兄弟姊妹。51又名真小、洪勝，2006年同孖生哥哥真大出生於成都基地，真小出生時僅重51克，得名51。51曾係全球出生體重最輕嘅大熊貓，不過呢個紀錄喺2019年被成浪打破。成浪、雌勝2019年同孖生家姐成風出生於成都基地，父母係美蘭同成大。成浪初生體重42.8克，成為全球初生體重最輕嘅大熊貓。歡歡同原子自2012年旅居法國博雅勒動物園，佢哋產下2胎4仔，成活3仔。大仔叫做圓夢，一對孖女叫做歡妮妮、圓嘟嘟。大仔圓夢已於2023年回到中國，原子、歡歡、歡妮妮、圓嘟嘟現居博雅勒動物園。相信熊貓粉都估到啦，冇錯，第一位係永明、梁斌，永明再次上榜。剛才提到梁斌，2000年出生於日本嘅和歌山白濱野生動物園，係哈蘭同梅梅嘅女兒。就喺梅梅病逝嘅同一年，2008年，梁斌開始同永明配對。永明、梁斌喺白濱野生動物園孕育咗7胎11仔，成活10仔，叫做梅斌、永斌、海斌、楊斌、邱斌、英斌、陶斌、傑斌、彩斌、豐斌，佢哋係同父同母嘅10兄弟姊妹。梅斌、永斌、海斌、楊斌、邱斌先後回到中國。2023年2月，永明同英斌、陶斌一齊回到中國。梁斌同傑斌、彩斌、豐斌目前仍然居住喺白濱野生動物園，4隻熊貓將於下月底返去成都基地。永明喺和歌山白濱野生動物園同2任太太梅梅、梁斌生咗19隻大熊貓幼仔，成活16仔。永明、梅梅、梁斌都係海外最大嘅大熊貓家族斌家族嘅創始熊。除咗66大順外，我哋講到另外12個同父同母多兄弟姊妹嘅例子，其實比我想象中嘅多，可能仲有更多，歡迎留言補充。如果我之後揾到其他例子，我都會再做影片或留言嚟同大家分享。好，而家重溫一下呢13組嘅同父同母多兄弟姊妹嘅排名榜。呢個排名榜係以成活仔數去排。如果相同嘅話，會以胎數去排，因為咁意味住熊貓父母嘅配對次數更多，亦因此將武剛、葉葉、洪斌、毛毛組合嘅胎數都調整至整數。如果胎數都一樣嘅話，先會以種仔數，包括夭折、死產去排。盼盼、永巴、娘娘、永永呢2個組合不論胎數、種仔數同成活仔數全部相同，所以並列第7。另外，無論點樣排，永明、梁斌呢個組合都係名列前茅嘅，胎數、種仔數、成活仔數都係第1。熊貓係多偶動物，只有送去港、澳、台或租借到外國嘅先至係一夫一妻，可以叫做一對。所以永明、梁斌、楊洋、倫倫、永明、梅梅、冰星、花嘴巴呢啲夫婦本身係有比較大嘅機會製造出同父同母嘅多兄弟姊妹嘅，永明亦因此2度上榜。
另外，林林、哈蘭、玲玲、盼盼、盧盧、武剛、洪斌都係著名記總工，所以喺佢哋記子女中係有機會揾到同父同母記多兄弟姊妹記例子記。盧盧上月4日逝世，享年26歲。盧盧生前坐擁2大紀錄，堪稱傳奇。一係盧王擁有50多名子女，係圈養大熊貓之首；二係持久哥盧盧創下記18分03秒交配時長紀錄，至今冇男熊可以打破。盧盧對圈養大熊貓作出嘅貢獻，大家都會記得記。為咗保持種群記遺傳多樣性，盧盧記子女數量紀錄唔應該被打破。不過，盧盧記持久紀錄18分03秒，係歡迎其他男熊去打破記。如果中意呢條片，麻煩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你嘅互動會令影片更易被推薦，被更多觀眾睇到。感謝。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